政治消息来看，魏国昌当选民众党的主席，张惠仪带领党公职做一日台北高雄的训练。所来伊的挑战包括2026大选的布局、无分区立委条款。另外，针对总预算案，魏国昌是搁一届质疑讲朝野协商面地方向面向的定位。因那民进党是认为讲协商若是无成，行政院提福利这是难免的，呼吁到时拿白都爱接受福利。Keep pushing， 永不放弃。化考后加党公职同齐集训，15都当选主席的黄国昌要承接前主席郭文地意志，继续拼1、200个行。黄国昌胜选了后的挑战袂细，包括2026年9合一大选布局，加郭文地是党内不分区立委设置的2年条款。2年条款，还是未来2026年地方选举选战的布局，我们会透过党内的程序。继续延续着柯文哲主席的理念。郭文地父亲15暗各传出病危，16透早郭文地伫介护之下赶去新竹探视。黄国昌表示尊重郭家人的文书，会提供协助。不过，心惊立法院党团总调的黄国昌，唔拿党来挑战立法院18总预算，会高调也协商。黄国昌针对三读法案，又个协商的法定定位高度积极。可能在这个行政院跟这个柯建铭总召，甚至后面赖清德总统心中，这一年就是一个大罢免年，总预算3读后还要协商的事情，最后导致的结果，我是相对比较悲观的。朝野协商其实是一个机会，应该要好好的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把总预算案整个全部来重新检验。那最好的方法就行政院提复议，那立法院应该要接受。南亚立委对协商感觉悲观，也毋过肯定韩国瑜用心。另亚立委认为，若协商破局，行政院一定搁提福利。总预算案强调安全化解、优待调野智慧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